颗、2颗、3颗，不到几秒钟，高科技包鲜纸成为柿子外衣，为漂洋过海的长途旅行做准备。像这样一颗就68块人民币，就约340块台币。那杜拜呢？到杜拜再更高，因为他们要坐飞机。高单价的经济收益是吴宏斌下过苦功的成果。因为不忍父亲的柿园荒废，决定回乡改造农场。而当时提出概念研发柿子的加工品，还被笑是傻子。所以当初是被人家笑得很惨的。那现在大家就觉得说这条路是对的。所以现在换他们要跟你说，很厉害哟，懂厉害呀。新的行销手法后来证明奏效。自己想出的柿子精也得扎扎实实的累积经验。啊，你像这一个看起来有没有？就差不多在7两到8两之间。用目测的。看起来有没有难？这是大埔腔，看起来不难。四线腔说看起来不会难，看起来不难，我对吗？对，那是4线的。那我存疑呀，是吗？黑某马上等到就这个最公正的。真的吗？对，黑某。看看黑眉头7两的地方。专注就不难，果真闯出了新商机。除了独创的柿子果酱、柿子酒、柿子饼，多元化的产品配上吉祥喜气的名字，吴宏斌的柿子世界结合了品牌的概念。用心就分得出来了。就是看起来不难，做起来呢不难，做起来也不难。通常这个时候大家会说黑某。嘿，没问题。结合宅经济网络行销，吴宏斌在今年还获颁农委会绩优行销奖，再次证明用心就不难，让每一颗柿子都有自己的出路。看起来不会难，黑某。看起来不会难，黑某。